今日要甲大家绍介一个真好用的网页吼，即个就是即个廖伟成老师伊所设的即个汉字转拼音吼，闽南语的部分吼。咱若只要拍即个汉字入去吼，伊就当甲咱直接转拼音，而且伊是拼音伫顶悬下骹是迄个汉字吼。咱来试看觅吼，譬如讲，咱来甲 copy 即个一句俗谚语吼，正月查某二月即个过吼，好来才有一个拼音吼，清空伊就是来清空安尼吼，搁一解吼，你若讲拼音就是伊家单独出现拼音的部分伫遮尔吼，当然你会使改吼，因为你会感觉无啥对的时阵，你会当改，你会当直接改，咱重点毋是这，咱重点是要爱安怎？咱重点是要爱汉字加拼音吼。汉字加拼音，你甲看好，来，你即摆看，你会看到遮，咱加较大一点啊，你会看到吼，正月查某二月即个个吼，来，譬如讲我要改，因为正月咱是轻声调，所以咱头前遮会当改吼，咱直接遮甲改吼，伫即个部分遮甲改。二月呢，共款，咱因为伊二月拢甲分开，伊无海粉，所以咱共款嘛是迄个啥？迄个双字符就对啊吼，就是双海粉的意思嘿。咱搁甲点落去，吼，伊即摆走无去，走去后壁好，咱搁甲改一下，好。甲来伫遮你甲看下骹，是毋是共款二月吼？即个个好来，你有感觉讲即个个不要紧，咱无慢请改不要紧。好来，你即摆你着会当甲安怎？规个 copy 落来吼，咱先甲 copy 落来。好，咱甲 copy 落来，来即个 Word， 好，来咱即 copy 落来即个 Word， 吼，你就讲，伊遮安尼就规拢一体，吼，就毋免讲咱是到底要安怎去拍一撮罗马字一撮汉字，因排甲足好势，伊就甲你用甲足好势吼。毋过你有感觉无？即个个遮，咱敢若是改成是减海粉，我想要甲改吼，咱甲 copy 落来，好，来，遮有一个切换功能变数代码。好，你甲试落去。其实你看遮尔复杂，是要安怎改吼？其实你会看，遮有一个罗马字，遮有汉字，吼，罗马字、汉字、罗马字、汉字。好，我即个个的一定就是要，一定后壁一定有海粉对无？我的嘛是后壁有海粉。好，即摆我个当然无，所以咱拄则已经甲改变了对无？咱即摆搁甲反白，反白了后搁起右键，搁来搁切换转去，切换转去你就有感觉有海粉。毋过伊就是减一个迄个啥，加一个空格啊，所以咱爱甲迄个啥倒退键，吼，就是讲迄个咱爱搁往前进就对啊。所以你甲看，安尼就有啊。伫遮安尼，毋过咱若伫遮嘛是会当改啊，吼，共款咱伫遮有无？好，个遮搁甲改一下，伊就直接就变安尼啊，有无？是毋是直接变即个个？所以你要改，其实毋免伫即个 Word 遮改，吼。伫 Word 遮改嘛会使，毋过上好诶方式就是直接伫遮改。遮有一个说明，就是讲你若讲要合并标音诶时阵，也是讲你要分割标音诶时阵，爱用安怎，遮拢有做说明。这是一个足好用诶，咱台语汉字转拼音诶一个网页。以上做介绍。